係姐姐，你叫咩名啊係，我叫思思。 ？OK，今年幾多歲？我27歲。27歲，結咗婚未結咗啦。？OK，小朋友幾大9歲。 ？9歲。係 OK，你喺香港第一份工作咗幾多年啊？有4年。4年。係 OK，喺邊度嚟㗎？係小西灣。小西灣。OK，屋企有幾多人啊？有4個人。嗱，先生太太仲有咧？有先生太太同埋2個女。幾多歲？幾多歲啊10歲同埋5歲。哦，咁你4年前就啱啱 BB 係咪啊？係啊。照顧到佢大概5歲到係咪啊？係啊。 OK，咁你使唔使洗衫煮飯買餸啊？要啊。哦，咁你識煮咩餸啊？我有蒸雞、整蛋、蒸魚。蒸屁骨。蒸排骨係啦，煲湯。炒菜。係。炒飯。哦，咁啊幾叻喎。係。 OK，咁啊跟住第2份工作喺邊度啊？係低部。喺大埔，照顧幾多人啊5個人。 5個人係。先生太太咗咧？同埋有2個女，1個仔。咁啊幾多歲啊佢哋？有2個女嗰啲有24歲同埋21歲。哦，即係全部大人啦，係係啊，全部咪？係大人。有冇狗仔啊、寵物咁㗎？有冇㗎？有1個狗仔。有一隻狗仔嘅係。 OK，有冇使唔使洗車㗎？要啊。哦，都要洗車嘅。係啊係啊。 OK，哦，咁你又係嗰度要自己買餸煮飯係咪？係啊。都要洗衫煮飯買餸嘅係啊係咪啊？咁好啊，同先生太太拜拜啦。好啊，先生太太，拜拜。